别人想不出来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设计没有创意？你的设计是非常有创意，但是它是老创意，它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创意。我们要的是新，我们要的是创意，我们要的是突破。现在已经是凌晨2点多，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。为了这个设计方案，我们翻来覆去的改了无数遍。你现在居然说它是一坨屎，麦克，不要把你对冬眠的个人恩宠发泄在我们身上。大家都累了吧？下班吧。对，要的就是这种 passion， 没错。喂？干嘛这么晚不睡？没事儿，你睡了吧？那接着睡吧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在哪儿呢？梦游呢。唉，让你装什么业界良心？傻逼了吧？哎，梦游那个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我晚上睡不着觉，出来转悠转悠，正好碰见一个梦游的人。唉，你干嘛？怎么这么晚跑这儿来了？心情不好。因为什么呀？心情不好？我不想说。好，不想说就不说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跟董事会的几个老板都已经沟通过了。关于你们珠宝巡展啊，让我们会所停业10天的这个事情呢，大家一致否决。对，没可能，没可能，啊。哦，那就很可惜了，因为我们本来打算再加100万。哎，他不是说你多投100或者这200万呀？200万呢，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方式。我这回给你打一个。等，稍等啊，稍等。田总，我觉得像我们这么大的公司，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钱了，也不在意这100、200万的。你说呢？等，你听我说啊！我不知道你跟这个爱杜到底有多大的仇是吧？但是咱们再有仇，咱不能跟钱有仇啊！这怎么着得200？田总，我跟你说，那个麦克，他其实是我前夫。前夫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要看他现在好像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其实他就是一个骗子，他无数次的欺骗我。如果他加入到公司之后，我不知道这短短的10天当中，我要承受多大的痛苦，可能是像10年那么深刻。田总，他来之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的面对生活，面对工作，面对你，面对我们之间的感情。OK，等等，我知道了啊。田总。一个我们祖国的硬汉，一个热血男儿，他是一个外国洋人。你说他对于我们祖国同胞一个柔弱女性的这种欺辱，你怎么能
能袖手不管呢？你要为我们中国的男人争光。争光。发现。哎，麦克。对，你听我说啊，关于这个巡展的事情呢，我们还是一致的否决，因为你们这个巡展呀，对于我们的马场以及我们的会员造成的利益损失是无法估算的啊。哦，对，我忘了跟您说，我老板刚给我打一个电话，他现在在英国，正好跟您的刘总一起喝下午茶。如果咱们这种员工层解决不了问题，咱们还是让领导解决问题吧。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，全力配合。哈哈哈！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怎么了？我们下次啊，下次。田总，田总。老公，起来啦！谢谢你帮我改造家。这么快天就亮了。老公，你昨天说让我答应你一个要求，是什么要求啊？可凤，我们结婚多久了7年。哦，对，有7年了。我们结婚都这么久了，挺长时间的了。你不会是？没错，可凤，最了解我的人就是你。我心里想什么，你应该很清楚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为什么不同意啊？